台关心行政院经济发展委员会昨昏举行头一届会议，尾也有做出3大决议，包括要吸引国内外3兆到4兆的资金来投资咱台湾重大的建设和产业，嘛要把咱台湾变作亚洲资产管理中心，而且要培育20万的 AI 相关人才，嘛引进12万的外国的专业人才。行政院长杜英泰主持行政院经济发展委员会第1场委员会议，除了确认组织结构的章程和设置要点，做出3大决议，包括调研投资国家发展方案，要请国内外3兆到4兆的资金投资台湾重大建设和产业，打造台湾变作亚洲的资产管理中心，推动国家人才竞争力跃升方案，培育20万的 AI 的人才，引进12万的外国专业人才。为老问题找新方法，为新问题找好方法。我刚刚也是用这样的话启勉今天经济发展委员会的委员们，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把今天的决议落实。盘点未来经济发展需要的人力，内部会当供给15万的人力，但是即马是欠35万人，佫需要补20万的人力入来，目标有12万的国际专业人才，包括10万的国际人才、5万的交外生和1万的所谓牧民。我们会尽快的修法，数位牧民大概全球目前估计大概有3500万，这些人都是一些比较数位的人才。那我们也希望放宽这些人来这边做work from home的一个基地。资金嘛是袂当欠的一部分。刘敬清强调讲，含较早无同，政府和业者会当对有兴趣的投资项目双向提案进行讨论，提悬意愿。保险业希望找安全投资目标，政府找8大主要保险业架成3.27兆的资金，创造10兆的经济效益。比如说像高速公路，像机场的营运。有一些比较有收益机会的，我觉得叫外资或是台商回来投资，应该机会会比较高一点。刘正英认为讲，业者会当提案，加减会当提悬投资意愿，但是政府嘛应该主动提供好的投资目标，才当请国内外的资金，让台湾的经济搁活起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